我哋經常都會聽人講，要健康呢就要飲多啲水。咁點樣嘅水先至係良好嘅飲用水呢？根據專家所講，良好嘅飲用水應該乾淨，不含有害化學物質，不含細菌，應該含有適量有益礦物質。呢啲水基本上都可以令人安心飲用嘅。只不過乾淨嘅水源總會受到多方面嘅因素影響而受污染，因此我哋需要先進嘅科技嚟改善水嘅質素，例如活性炭羸芯加上 UV 科技嘅雙重技術。活性炭羸芯有咩作用呢？佢嘅功能就喺羸芯上面數以千計嘅小孔，當水經過羸芯嘅時候，活性炭羸芯就可以鎖住啲污染物。因為大部分嘅污染物，例如農藥、VOC 等，都含有碳分子。碳分子通常會聚埋一齊，所以都會聚喺活性炭羸芯上面，啲水自然達到過濾嘅效果啦。喺濾水器內加 UV 燈，屬於創新嘅科技。佢嘅作用又點呢？每次當我哋扭開水龍頭嘅時候，水流嘅動力就會啟動 UV 燈。UV 燈所產生嘅紫外線就會消除細菌啦。先進嘅科技可以改善水嘅質素。至於飲水保持健康嘅方法，其實我哋平時就可以輕易做到啦。例如每日需要飲7至8杯水啦，飲水嘅時候亦要講究喎。譬如空肚飲水比較容易被吸收。早上起身後飲水可以幫助排泄順暢。用餐嘅時候唔好飲水，以免阻礙消化。用餐過後半小時先至飲。媽咪，我好口渴啊！你睇下你攞到成身汗啊！媽咪斟水俾你飲下，好晒噶喎。斟水。飲水對小朋友嚟講係非常重要嘅，因為佢哋嘅活動量比較多，新陳代謝亦比較快，所以需要補充更多嘅水分。你今日飲咗幾多杯水啊？老公，個濾水器係時候換濾芯啦。得啦，等我嚟換啦。好啊。eSpring 益資源淨水器結合獨特活性炭羸芯與 UV 科技，讓你喺家居揾到好水源。